天天更好啊！中檔位置咧仲有千，OK，經典二拖領進輝煌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13先生一比落去就拋離後面嘅對手咧，咁啊最少都贏3個馬位㗎啦！天天更好第2，第3名外邊啊實力加，第4名外邊外邊最後200粉紅眼罩啊，買埋13、14，唔記得咗自己買咗乜嘢，5拖13、14，哇4號重5號重 win pay。OK， 啱啱贏到，嘉應高升贏到不得了啦！1號行頭，2、3、4、5行3、4、5、6，買4重彩 ，OK， 1、2、4、5 ，OK 中咗 ，OK 又係大白鼻內欄橙衫，大白鼻睇下揾到條內欄一穿上嚟。穿 Q 就黃衫啦，帶頭仲有隻14，嗰隻14好冷㗎。OK， 仲 win pay Q 啦。哇，猛咁揾啦，2隻橙帽，外邊有啦，竹園5號，仲有隻9號買 win pay， 59 OK， 哇冷啊，20幾倍㗎隻9，快啲，哇！59，哇真險，輸都唔緊要，哇呢條 Q 600幾蚊㗎，9號位置都60蚊㗎，OK 好彩 ，OK 中個冷批，中條冷 Q， 2號就贏緊㗎啦，呢場買咗214，啊唔知買3重彩定2重彩好 ，OK 好，結果就2號、1號、4號 ，OK， 太容易啦 ，OK， 真係唔識點買啫，214應該買條3重彩或者單 T 啊，214就算啦，啊 OK 好，太靚啦，好香港贏晒3場 ，OK win 埋5，外邊好黑嗰隻黑掹掹 ，OK 衝啊衝，哎呀！仲有隻5喺入邊，好彩 ，OK。呢場係買咗3、5、8，哎呀，我翻嚟1、2、3 ，OK， 好，中埋 win pay。哇，8號幾勁！哇，呢隻8，不過由15倍打到6倍啊，幕後食到飽，中 Q 啊！不利放頭嘅。嗰隻5號大隻，跟住你一截就過啦。OK， 跟住揾下自己買咗咩先，仲有位金主個單 Q 59，再有條4穿6。OK， 睇下隻9過唔過到啦，9、12、11都過到。OK 好，好啦 ，Win Pay Q。OK， 全日精華。你隻5都贏3場一個第2㗎啦。唔係你4個 win 大晒嘅 ，OK， 哇靚到 ，OK 好多謝，59兩兄弟。